市政署已經推出咗市政在線 App 啦。除咗優化登入方式同反映意見通報流程外，仲將多項市政服務集中喺一個平台。市民只需掃描二維碼，或者喺 App Store、Google Play 搜尋市政在線下載。而 Android 用戶亦可透過下載市政在線 APK 方式進行安裝，就可以輕鬆使用市政署多項網上服務。市政在線 App 包含即時反映意見功能，市民可以隨時隨地向市政署反映環境衛生、公園、綠地及休憩區、設備設施同食品安全4大範疇嘅意見。只要按流程操作，便可簡便使用定位及拍照功能提交個案。專責部門收到個案後會盡快跟進。如果市民想了解個案進度，只要點選查詢個案就可以啦。完成個案後，我哋會透過手機短訊通知處理結果。除此之外，仲可以連結到公廁導航、導賞、市政設施議事告、漫步澳門街、街市通同食安資訊等，同時輕鬆使用市政署多項網上服務，包括網上預約攞籌、查詢行政手續、使用實進制換算同接收市政署最新資訊。為咗配合市民嘅使用習慣，市政在線 App 設置2種登入方式，更具備中、葡、英3語，照顧不同使用者嘅需要，並可使用推送通知功能，選擇即時接收市政署各項最新資訊，例如市政新聞、招標通告、活動報名、人員招聘及食品安全等。亦可以因應個人喜好編輯常用版面嘅按鈕，咁就更加方便啦。市政在線 App 將陸續推出更多功能，滿足市民唔同嘅需要。咁方便，仲唔快啲下載？市政署與你共建美好城市。